噔，今期介紹兩個好得意嘅小包包啊！首先介紹下呢個啊，睇嘅 logo 就知係 Dior 啦，呢個新 logo 嚟噶。呢個3字頭就可以帶走佢啦，呢個大部電話都可以放得入噶，好得意。跟住到呢個啊，呢個小貝殼啊 ，VV 嘅 BB 貝殼啊，可以斜孭，可以手拎嘅呢個6字頭就可以帶走佢啦，出邊賣好貴噶。OK， 太啱，快啲嚟搵我，點讚、點關注、分享出去，建設性評論，同記客粉，精神。今期介紹兩個好得意嘅小包包啊！首先介紹下呢個啊，睇嘅 logo 就知係 Dior 啦，呢個新 logo 嚟噶。呢個3字頭就可以帶走佢啦，呢個大部電話都可以放得入噶，好得意。跟住到呢個啊，呢個小貝殼啊 ，VV 嘅 BB 貝殼啊，可以斜孭，可以手拎嘅呢個6字頭就可以帶走佢啦，出邊賣好貴噶。OK， 太啱，快啲嚟搵我，點讚、點關注、分享出去，建設性評論，同記客粉，精神。